大家好，我係好好醫療嘅 David。好多人問到我哋點樣選購電動輪椅。喺呢個 video，我哋會同大家做一個聲音導航，配以文字講解點樣選購電動輪椅。選購電動輪椅時，我哋應該睇一睇佢嘅支架結構同埋物料。如果你想擺入私家車嘅車尾箱，你要選擇可接式嘅設計，同埋選擇鋁合金物料。鋰電池定還是鉛酸電池呢？高級高品質嘅電動輪椅都採用鋰電池，因為壽命較鉛酸電池多出3倍咁多，而重量只係1/5。控制器同埋程式係咪外國嘅控制器同埋程式呢？外國嘅控制器佢哋反應比較靈活、比較敏感、比較容易操控，係會比較安全㗎。馬達係用德國嘅馬達啦、台灣嘅馬達定還是國產嘅馬達呢？佢嘅車輪係咪實心車輪？同埋，如果需要進入場館嘅時候呢，佢有 detail 場館或者係手電，可以選擇灰色嘅車輪。係純電動模式定還是手電兩用模式呢？純電動模式比較適合戶外重型嘅工作，手電動模式比較適合香港室內嘅環境。途中係一部 Villa P9 可接式鋁合金鋰電池電動輪椅。如果有咩問題，可以打電話俾我哋57170820，或者到我哋網站 www.howhomemedical.com。